家好啊，歡迎嚟到 Enjoymon 嘅頻道啊！呢度會同大家分享小手工、旅遊資訊同埋生活日常噶，希望你哋中意啦！未訂閱嘅快啲訂閱啦，需要你哋嘅支持啊！我要離家出走啦，5日咁多啦！多謝 Mon Baby 批准，成就我今次大邱孤獨自由行，耶！大邱喺邊度？一個人去有咩玩？交通點樣安排？點樣玩法啊？玩咩先？想知嘅快啲同我一齊行啦！我都喺度。밑으로 젖죠? 아까 올릴 때 보니까 밑에 젖더라고요. 早晨，我係 Ann，嚟到大邱鄉村文化館，喺中央路地鐵站行過嚟，3分鐘就到㗎啦。就1000汪嘅，我哋要。鄉村文化館呢，就主要係分咗4層嘅，咁入場費大人呢就係1000汪。鄉村文化館呢係逢星期一休息嘅，所以大家喺安排行程上呢就要留意翻呢一點啦。另外喺買門票嘅旁邊呢，有小型嘅儲物櫃提供，係免費使用㗎。頭先出邊有兩位姨姨呢，一個呢就識講國語，一個呢又識講日文嘅。佢哋啲以前用嘅嘢啦，有個韓式嘅飯團，一個便當盒。呢個佢哋個車喎，以前嗰啲車喎。啊！呢啲好古老嘅電話。鄉村文化館呢係主要係介紹韓國過去農村嘅歷史文化。館裏邊呢就展示好多人民生活嘅場景啊，譬如好似一啲財富店啦，同埋係一啲小販擺賣啊、店鋪啊、食肆啊、餐廳啊、戲院啊，同埋人民嘅日常食品啊展示出嚟。佢呢度呢真係好多打卡嘅位置啊！如果喜歡打卡嘅朋友呢，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景點啦。即係小販賣嘢。呢度咪3個。個咖啡廳。見到咁多食物，突然間覺得好肚餓添。
佢2樓咧仲有一個咧可以免費租借韓服嘅體驗館啊！咁嚟到嘅話咧，大家不妨試下着下，跟住喺館裏邊影相啦，個效果係唔錯嘅。以前嘅戲院就係咁樣樣，咁啊戲院裏邊係點嘅咧？就係啲座位係咁啊，比較簡陋。跟住呢度就播放咗一啲 3D 嘅相片可以拍張。好似呢度3樓又唔同啦。嗰啲紙板人，好多紙板公仔咁樣。而佢1至3樓咧就係展館嚟嘅，4樓咧就係圖書館同埋係閲覽空間。A 咧喺下邊3樓延伸上嚟，咁基本上就係咁多啦。咁佢每一層咧都有洗手間同埋有水飲嘅，都幾貼心。廣告隔離咧，喺鄉村文化館附近咧有一間咁樣嘅 cafe， 我覺得佢個外形好靚，一啲石造成嘅外牆。呢邊就係鄉村文化館斜對面呢個角落位。而家咧去大邱近代歷史館啊，途經有個慶尚鑑營公園，係咪兜個圈？咁有嗰啲韓國嗰啲古時嘅建築物。呢個慶尚鑑營公園呢，佢範圍唔係好大嘅，就唔會話好似達成公園嗰啲咁大範圍。但係裏邊呢，呢啲建築呢，我覺得呢係好古色古香，襯同埋啲樹啊，影出嚟啲效果啊係非常之美麗啊！想話花草樹木咁樣，跟住又有呢啲建築。即係本地人睇可能冇乜特別，我哋外國人嚟呢度睇就覺得好靚，襯托住呢啲樹同埋呢啲建築。中間呢個建築物裏面有個大鐘，有啲小橋流水咁咯，咪有啲似九龍城寨嗰啲，即係又係九龍城寨就係香港以前嗰啲歷史嘅遺物嚟嘅，呢度又好似係嗰啲咁樣嘅歷史嘅遺物咁嘅感覺。咁樣親子個艇都幾靚。到咗啦，咁喺公園嗰度咧入到嚟，喺公園呢一邊。頭先嗰個有鐘喺嗰個建築物裏邊嗰個咧，你一路行過啦，就嚟到呢一度。呢度咧有得影相，影咗之後咧就你可以 email 過去你自己嗰度。大邱近代歷史館咧就入場費免費，每個禮拜逢星期一係休息嘅。佢總共只係得2層嘅，主要係介紹翻韓國嘅國家歷史。如果對歷史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就可以嚟參觀下。不過就係主要以韓文介紹嘅。如果唔中意歷史嘅話咧，就會覺得有啲沉悶㗎。鄉村文化館咧就以人民生活為主題，而大邱近代歷史館咧就係以歷史為主題嘅。咁就睇翻自己嘅興趣去選擇啦。呢個建築物嘅模型，俾小朋友佢哋喺度玩 LEGO。呢度有啲以前街道嗰啲相片，中意睇歷史嘅呢度就啱大家。
如果唔係嘅話，就會有啲悶咯，覺得。呢樣好大張，好似以前啲報紙咁樣。講翻佢哋以前衫啊、紡織啊嗰啲用具，或者過程或者韓服嗰啲款式啊，同埋佢哋用啲咩材料啊，有啲布就係嗰啲頭先佢嗰啲介紹嗰啲紡織嗰啲。YMCA 會館，即過翻嚟呢邊咧就係若靈堂嗰個博物館，隔離都有個教堂。第一禮拜堂，呢個行入去咧就係呢個博物館啦。呢條街咧，博物館前面呢條街咧都有好多藥房，即係賣藥嗰啲中藥嗰啲藥房，賣啲中草藥，一陣藥味，好舒服，聞到啲味道。中間有個藥杯，有啲壁畫。開放時間係9點至6點。上到嚟3樓咧，有啲解說嘅喺度，佢可以俾你揀唔同嘅語言。先生，睇嚟你係財多身子弱啫，放低啲錢就冇事噶啦。呢有啲櫃桶咧係執藥嘅，裏面放咗好多藥喺度噶啦。呢個煲藥啊，煲緊藥啊。呢個曬藥啊，同埋磨藥啊。哦，仲有以前啲動物添。呢啲動物佢都係攞嚟食啊，應該。嗰隻熊啊，老虎，見到熊都驚啊！而家若靈市行醫博物館由半月塘站走路大概5分鐘，每逢星期一休息。展館呢就分為3層，展示返古代醫書啊、藥材、傳統醫療器具同埋啲藥櫃嘅，裏面有好多場景，大家都可以拍照。展館係免費嘅，裏邊介紹返古代到近代嘅一啲醫療嘅轉變啦、穴位啊、人體嘅資料，都好適合帶小朋友過嚟學習㗎。另外有韓服提供拍照，大家呢可以穿住韓式嘅醫師服裝喺裏面拍照留念，唔錯嘅體驗嚟㗎。介紹呢有中文啊、日文啊咁樣。何謂五行？一陣藥味啊！中意聞呢個藥味嘅朋友呢就好舒服，唔中意聞嘅話就可能未必頂得順。喺2樓有中草藥嘅粥湯體驗，首先可以用電郵預約，你要預約咗呢，佢先有位俾你。咁同埋有時間限制嘅，有呢幾種時間揀。有興趣嘅朋友呢可以過嚟浸下。呢度有個 information centre 嘅，咁佢呢度都俾你吸引。如果你有帶簿仔或者係喺度攞佢張紙去吸下啲印。有幾款。頭先參觀完若靈博物館之後呢，我哋而家呢就行去呢個教堂嗰邊啊。沿路呢都有啲壁畫咁樣。呢條係3·1獨立運動路啊！咁啊講翻當時咧，係日本咧侵佔韓國嘅時候咧，當時學生係為咗躲避日警嘅監視，進行抗日活動嘅通道。呢條樓梯咧總共有90級樓梯嘅，可以上去睇下。好似有個韓劇咧都嚟呢度拍過，嚟呢度取景。旁邊咧都有啲韓國嘅國旗。紀念呢個3·1運動，後邊有棵楓葉啊，好靚。又有銀杏樹啊，又有楓葉嘅樹啊，咁樣黃色、橙色、紅色。
濟眾院啊！呢度就係喺頭先嗰個三一運動路入嚟嗰，呢度係屬於清羅丘。當時嘅傳教士就係喺聖堂嘅附近起咗呢啲紅磚屋嚟居住。走咗，Hello， 好開心啊！班學生，啲學生真係開心。啲學生嚟呢度咧都學下啲歷史啊，好似香港咧都有時會出外咧咁樣參觀下啲博物館啊咁樣，咁啊呢度都嚟呢度參觀下咁樣。同埋啲韓國女仔咧都好可愛，我覺得佢哋大邱嗰啲女仔係好可愛嘅。跟住上面嗰個有間教堂，呢個係第一教堂。佢係屬於基督教嘅教堂。啲紅葉一邊襯托咧都幾靚，如果再紅啲就更加靚。圍咗一個圈，而家再行翻過去三一運動路嗰邊先。呢度係佢正面啊，教堂正面。照翻落嚟好靚，今日天氣都好好，所以咧個陽光曬落嚟咧，嗰啲葉咧金黃色。要行翻出去就行翻去頭先嗰個三一運動路。有啲相片講翻當時嗰啲情況嘅。參觀完三一運動路之後，我哋落返嚟角對面就係桂山聖堂啦。桂山聖堂係一間屬於天主教嘅教堂，佢可以入內參觀，但大家要留意翻，如果係有辦彌撒嘅時間呢，就唔可以進入噶啦。裏邊有彩繪窗花，多條拱形嘅柱子做建築，大家嚟到就一定要入去睇下。參觀完嗰個桂山聖堂之後呢，行過少少呢度有個李商和故居啊，順便參觀埋。李商和呢係朝鮮嘅詩人，以愛國詩人聞名嘅。被日本統治嘅時期，就由詩歌反抗日本殖民嘅統治。佢都參加過三一運動。呢個廚房嚟應該。以前啲人嘅屋裏邊呢，電視機啊，古董電視機啊，跟住有啲櫃。呢個真係韓式以前呢拍嗰啲古裝片嗰啲屋嚟，應該。喺李商和故居旁邊呢，有個隨雙凳嘅故居，咁比李商和嗰個咧更加靚㗎，咁大家不妨參觀埋啦。呢個同頭先差唔多，都係一個寢室啊，一個廳，跟住有個廚房咁樣樣。啱啱行呢一條路線呢，因為呢都好多係關於大邱嘅歷史啊，咁所以都會見到好多老師啊、學生佢哋呢喺度呢參觀學習呢啲歷史啊，咁亦都見到學生佢哋呢好踴躍嘅發問啊，同埋咧有啲一路沿住去翻呢個藥令市場嗰度咧，都有啲
鋪頭咧係賣藥嘅，周圍都咁呢啲都係呢個韓國嘅一啲文化咯。大邱市中心咧有幾條唔同嘅路線可以參觀嘅，呢條路線每一個景點之間咧都係比較接近嘅，而佢哋都冇高低起伏，最多喺316運動路嗰度咧就可能要行啲樓梯級。咁如果你時間有限嘅話，只能參觀一條路線嘅話咧，我推薦呢條路線俾大家。尤其是喺櫻花季節啊，或者係紅葉季節咧，佢哋咧襯托下咧，嗰啲建築物咧特別靚。下一集我哋會帶大家離開市區，走到森林，欣賞大邱著名賞楓景點，仲會去埋韓式古宅 Starbucks Tour，千祈唔好錯過啦！多謝你哋睇到嚟呢度啊，記得 subscribe、comment、like 同埋 share 俾你朋友啊！我哋下條片記住見啦，拜拜！